點解要舉辦華語機應學會議？成日有人問機應學係乜嘢？佢點樣同日常生活甚至其他專業扯上關係呢？我個人見解係，機應學係一道橋梁，佢將身體、腦部同日常生活連接起嚟，促進人更加意識到身心緊張，而又有一啲實操嘅方法，譬如特定運動啦，或者做調和程序去幫忙改善。今年香港新腦中心同深圳幸福商業合辦2026華語機應學會議，主要有6個目的。第一，令公眾了解機應學協助個人應對生活中嘅各個方面，例如成年人輕鬆工作啦，小朋友專心學習啦，老年人更健康生活啦。佢係當今 AI 變局中，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嘅一門學問。第二，凝聚各方力量，向華語社群展示機應學點樣能夠落到各個實處，實在係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咁樣可以鼓勵華語社群更踴躍參加機應學嘅學習活動。第三，為咗更好服務到華語社群，我哋仲會邀請其他身心健康領域嘅專家，務求做到跨界溝通，互相學習，企圖擦出火花，謀求新嘅突破。第四，鼓勵機應學嘅從業員交流創意，大膽創新，不斷發展新嘅應用，令機應學產生更多實際效益。第五，提升機應學從業員嘅專業水平，等導師、學員同社會大眾深入交流，探索未來，迎接挑戰。最後，樹立清晰嘅機應學品牌形象，等公眾清楚機應學係同日常生活緊密聯繫嘅，而機應學嘅程序亦係操作性好高嘅。2026年，等我哋一齊見證華語機應學嘅新篇章，關聯落實專業創新。請密切留意2026華語機應學會議嘅最新消息。多謝大家！10月23至25日，我哋喺深圳現場或者線上見。